可以大聲少少啊！第3個巴，咩由頭飛過嚟 ？sorry， 唔好意思。其實我哋唔係想摁嘅，因為要數住個拍子。We love Dr. Make some noise！ 我哋真係有少少風要搶，但係都想清 photo， 同 Dr. 影多張相。我哋唱呢首歌，今次都只不過係想。我哋唱呢首歌，見到你笑騎騎個樣。我哋近期啲差人為善不甘後人，除咗自己團結，仲識得為責社群。就算煲糖水煲到有啲見頭暈，唔使騰。Sunshine 係個女廚神，見到你一個人喺屋煮飯有就，我哋唔會不瞅不睬，實會對你問候。有心事塊面冇話攬埋一嚿，我哋傾心事，仲勁過麥潤壽。Dr. Lam， 你放心，一切都會繼續。嚟緊個 O-Camp，Freshman 都係會好快就熟。全人猜科，精神永冇話15、16，路見不平，唔會立亂俾廿樓啲人告。有啲嘢唔俾唔收埋自己，等人哋知道你有幾咁過癮，得閒去約你煮幾味。嗰度咧都算係我嘅第一次，但其實山屋仲俾咗好多機會我嘗試第一次做，第一次鼓足上電視，我可以，你哋一樣都可以嘅。嚟緊呢段我想講下 What We Share， 今晚有乜嘢頭暈身痕，我哋唔會慶幸叫新年帶你去睇醫生，唔得去揾大佬再針。講真，我哋個個都肯10年20年之後，如果再聚埋一齊，哇！你拍拖，你結婚話你仲生埋仔，你個仔又住山屋，唔該去聯福攞埋位。Dr. Lam， 今日喺度講聲 bye， 記住小心身體，最好學 Vincent 轉食齋。你喺度付出嘅心血一定唔會嘥，同陳生 keep contact， 保證我哋冇走歪。